準備嚟澳門旅遊嘅朋友，有啲咩藥係值得買返去呢？何濟公90%嘅人都知道，發燒牙痛5分鐘見效，一定要將呢個男神放喺屋企。必理痛傷風感冒藥之前一粒都難求啊！食咗唔會眼瞓，仲有維他命 C 添。經痛片，女人經痛嘅救命藥啊！無比地有兒童版同成人版，冇撈亂。俾蚊咬完搽呢個消腫有止痕。清熱號係清除熱氣嘅沖劑，中意食辣嘅嘢呢就執翻劑啦。黃道益固內油鐵打損傷舒筋活絡，可以促進血液循環。張拳破痛油澳門製造嘅，唔小心整親有傷口止血好快。沙龍巴斯腰痛背痛膊頭僵硬肌肉酸痛邊度痛就貼邊度。虎標驅風油，如果你搭船暈船浪鼻塞，咁佢就係家居必備良藥。川貝枇杷膏從細到大咳嗽痰多都係飲佢，便利裝有10條，攜帶非常方便。喇叭牌正露丸食咗啲生冷嘢啊，水土不服肚屙呢就食佢，順便帶翻罐奶粉返去。